真好听的一首诗歌。作者咱来看圣诗476首，元年至尊的诗。我嘛邀请咱大家来看咱的圣诗。咱圣诗伊后壁有一个476的 B， 伊的 B， 即个伊的 B， 伊选的是圣法兰西斯的祈祷，我感觉真好。咱会当咱做阵来读一遍好无？咱请咱献开咱的圣诗476首，476首，咱会来看476的 B， 咱做阵来读。来，请。主啊，求你将我正做你和平的器具，伊有怨恨的所在，也仁爱的种子；有分裂的所在，也合一的种子；有错误的所在，也真理的种子；有伤害的所在，也赦免的种子；有妖异的所在，也信心的种子。有失望的所在，也望的种子；有黑暗的所在，也光明的种子；有忧伤的所在，也喜乐的种子。至圣的主啊，但我较毋是追求受安慰，是去安慰人；较毋是追求受了解，是去了解人；较毋是追求受人疼。是去疼别人，因为对乎人，还要得着；对赦免人，还要得着赦免；伫丧失性命时，还要得着活到永远。这是圣法兰西斯道从这变做咱的勉励。好，这是咱来唱这首诗歌，咱唱第1节、第2节、甲第3节。请大家一万心来敬拜上帝。
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遮个山还袂生出，地甲世界伊还袂造成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消化要到第时咧，由你倒转，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，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求你照你补助阮的日子，叫阮拄着患难的年，互阮欢喜。求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，你的眼光对因的子孙显明。愿主，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，阮的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固伊。做伙来吟圣诗，阿罗咱的主，圣诗第16首，圣诗第16首，咱着对主唱歌，请大家做伙起立来唱。阮伫天的爸，阮感谢你，当阮伫你的面前做伙祈祷的时，你总是压头听阮的祈祷。阮有时会失望，有时会感觉失志，总是你带来盼望，对年头甲年尾，你的疼一直伫阮中间，无离开阮。主啊，现代社会科技的发达 ，AI 人工智慧愈来愈发展，但是人虽然财目愈来愈侪，却无一定有够个智慧来认捌家己。社群软体也无一定会当互阮甲周边的人建立好的关系。虽然得到侪资讯，反倒转互阮的心无法度来平安。求你重新赐阮清洁的心，互阮无得互歹较赢，就用好来赢过歹。求你教示阮怎样伫你的面前来安静，伫无用的中间找到内心的顺序，找到阮心中真正的平安。主啊，
阮也是阮的亲人朋友，有拄着病痛，有因为看病来住院，也是伫厝内面来接受治疗。阮袂因为阮的病痛来艰苦来失志，但是主啊，伫阮病痛的时，你一直陪伴阮，带互阮到遐的安慰。主啊，阮相信你的安慰甲医治，对年头甲年尾，拢一直甲阮同在。感谢你赏赐阮的教会有你特别的祝福，伫这个特殊的位置，有真好的环境甲空间。最重要的是有你的疼伫这个所在，你的愿望伫这个所在。因为有你的疼的见证伫阮的中间，所以对年头甲年尾，阮拢会当不断来换新阮的生命，不断对未来有新的愿望。主啊，过去一年，阮的世界发生真侪料想袂到的代志，无论是阮的台湾、阮的社会、阮的教会，也是阮的家庭。阮的个人拢有真侪挑战，真侪实在无法度好好来计划。但是，阮袂因为安尼来不安，阮也袂因为安尼来惊惊，因为阮相信你的恩典一直甲阮同在，你带来愿望，你带来信心，你的安慰，你的医治，拢无离开阮，也着阮，互阮伫这个时阵。毋通，互阮袂记你伫你的面前做伙来祈祷。当阮伫你的面前同心合意来祈祷的时，你的疼、你的应允、你的恩典，拢超过阮当想象的。你会带来阮新的眼光、新的看见，伫未来新的一年看见着新的愿望。这时，大家做伙用主。教是阮的祈祷文，第声来祈祷讲：愿你记念的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行，愿地里修行天理，愿心了无怨，下面愿国福，心愿要下面无怨行，有愿愿你的爱，愿国愿年延更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请坐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大家来启应。启应文第10篇，诗篇第27篇。启应文第10篇，诗篇第27篇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杀行包围，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。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被内，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由你听。你对我讲，上主啊，我来调戏你。求你毋通生气，我你的怒目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
我的父母若气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毋通照对着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我亲信一项事。有信靠上主，有信靠上主。大家因圣诗第73首，圣诗第73首，细汉囡仔，恁就来听，听大家做来一起来唱。请坐。大家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，感谢你用你的圣神引带阮，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心来火热，你的圣神来更新阮的生命，一届搁一届来提醒阮。提醒阮爱有你的疼伫阮的中间，爱时时来追求你的话语，同心向你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也感谢你，伫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，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。阮有时会犹豫，阮有时会惊吓，总是你伫适当的时，互阮有够也对你来信心，有够也对你来仰望。阮感谢你，当阮拄着病痛、拄着歹担当的代志的时，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祝福阮够也安慰甲医治，互阮的身躯得着健康，阮的心神得着平安。阮伫面对即个充满变化的未来，阮实在无把握会当做正确决定来面对阮的个人、阮的家庭，也是阮的社会。当是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有够额智慧来明白什么是真实，互阮来做正确的决定。阮感谢你，借着无数的讲道，
透过圣经的话语，我来当对你的话语一直有新的认捌。我来当定心看见家己的处境，定心看家己未来的道路。也求你一直提醒我，无论阮的家庭也是教会，拢爱建立伫上帝你的话语顶面。我也恳求你，透过你的话语，我会当伫基督中来检察我家己。你也赐落圣神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大家定心看见家己的不足，看见家己容易骄傲的所在。我会当明白，阮拢是无完全有罪的人。我也愿意伫你的面前定心来甲你立约，搁一摆献上阮家己，甲主甲人建立好的关系。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来共读圣经，圣经以赛亚书第48章第1节到第22节。圣经以赛亚书第48章第1节到第22节。雅各后代要注意听，恁受称做以色列人，是犹大的子孙。恁指上主的名受抓，求叫以色列上帝，毋过毋是出自诚心实意。恁自夸是圣城的子民的人，所我看的以色列上帝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古的统帅。上主讲，我真久以前就宣告。天嘴讲，互恁知将来会发生的事。伫恁无拍算的时，我行动代志就成就。因为我知伊的心硬，红棍哪铁，头额哪重，所以我对古早就甲恁讲，伫代志发生以前就甲恁宣告，互恁袂当讲。这个是阮的偶像所做，是阮敬偶像做的生命行的。我所有嘅事已经拢发生，这个事实恁减无要承认。对即阵起，我要互恁知，将来新的事是你定毋知，对恁隐藏的代志。这个代志现在才发生，过去恁拢捌听着，互你袂当讲，我老早就知。恁毋捌听着，嘛毋知，恁的耳拢毋捌听着过。我知恁非常诡诈，对出事，人叫恁做陪伴者。我为着保持我的命的荣誉，恁来无法生气。我是认得，无甲恁毁灭。我有甲你提炼，毋过无亲像在提炼文，用痛苦的火甲恁锻炼。我的确为着家己的缘故，我无爱互我的荣誉受辱。我的名哪通受亵渎？我无爱别的生命分享我的荣耀。雅各啊，要听！我所呼召的以色列人，就听我讲，我是上帝，是上大生的，嘛是上落尾的。我亲手下大地的地基，我用正手起过天，我一个命令，天甲地就做火点出来，拆出来。恁大家拢着自责我来听。要有生命，把说我上主所立的人，会攻击巴比伦，会照我的旨意对加勒底人。对伊讲话调换伊的是我甲伊带出来，互伊兴旺。当行起来，听我讲，对起头，我一定有公开甲恁讲，代志发生迄时。
我就伫遐，搭四关的上主已经差遣我，赐我伊的气力。以色列先生的上帝，因的救赎主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因的上帝，我甲是恁，为着恁好，我带恁行应该行的路。我单呢，期待恁听我的命令，若有听，恁的平安若河流，恁的公义若海涌，恁的后代会亲像海沙，恁的子孙会亲像沙较济。我袂互因的名受震动会绝，就对巴比伦出来，发离家己的人，就欢喜出声，大声宣布，将消息传到天比海角讲，上主已经救赎伊的仆人以色列。上主带因经过旷野，因无喙焦，伊互水对石盘冲出来，伊互石盘劈裂，互水溢出来。上主讲，邪恶的人无平安。愿上帝的话，成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下面请雅撒伊万诗班用诗歌来带领阮的礼拜，到闪的所在。弟兄姊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众大家三个伫地。伫今年最后一个主日的内面，感谢阿西希望诗班通过灵格之书所做这首诗歌《道闪的所在》，带领咱三个来敬拜。伫昨暗时11:05，我想真侪人拢着一惊。地动，
这首诗歌会甲咱讲，地随风变迁，山野摇动，总是上帝是咱导闪的所在。今仔日12月28，伫教会传统上，佫称作这个主圣婴殉道日，对主圣婴殉道日。因为伫耶稣基督降生了后，希律王大屠杀伯利恒内外2岁以下的查甫婴仔。所以咱今仔日礼拜中，咱也特别吟诵一首圣诞的囡仔歌来做纪念。也盼望伫今年的最后的一日，咱三个来敬拜上帝，也三个来学习信仰的功课。伫今仔礼拜中，咱做阵读到这个以赛亚书48章。而这48章其实是头前40章到47章的一个小小的结论。前咱有讲起对40章到50章，其实叫做第二以赛亚，是第二个时期。这通讲是一个安慰的诗歌，但是到48章的时阵，通讲嘛是一个怎，无去讲安慰，因为上帝伫遐宣告。讲爱对巴比伦逃出来，自由去离开。这个消息对迄当时的人是一个真大的震撼。48章一开始无客气的指出这以色列人讲，恁自称是以色列人，名对啦，是上帝的百姓系统等等这拢对，恁甚至。指上帝的名上纸，讲家己是上帝，是以色列人的上帝，但是因嘴安尼讲，却无法度用真正的信仰来行出来。咱爱注意，这毋是对外邦人所讲的话，嘛毋是对敌人所讲的话，嘛毋是对遐个偶像崇拜的人所讲，这是咧讲以色列。因即阵的百姓，以赛亚书48章，伫遮会指出，以色列人因敢若强调家己的信仰的标记，但是却无真正的实实在在无敬虔，因为因受掠了后，伫受掠的地已经真久长的时间。嘛安歇落来啊，甚至无想要回去厝的，回去故乡。但是48章是一个真要紧的转变，因为到第49章，巴比伦无阁受提起啊，意思讲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展开。48章其实是要甲因问，恁爱做一个选择，伫自由真正来临以前，恁是要跟对上帝。也是要悠远住伫这个所在，这是48章要紧所要提醒的。咱先来看第1节到11节，遮所描写的这段毋是一个真安慰、温柔、鼓励的经文，伊是要将以色列人迄个宗教信仰迄个假好的一面，咱讲虚假的一面，甲拆开。上帝毋是伫遮向遐无信的人讲，伊是对遐个掠准家己真敬虔、非常属灵、非常正统的以色列人所讲的话。因为即阵人因对信仰语言，因知影安怎敬拜，但是因却选择无要听先知的呼召，因为上帝为因拍开转去的门，但是因犹原。想要留伫迄个所在巴比伦，看起来真安全、真稳定的生活，这就若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以色列人还有一群人阮宁可伫埃及做奴隶嘛较好。这就若亲像台湾民主化了后，有人咧怀念讲过去的威权独裁的统治伫遐效念。伫
历史上，互咱知影以色列人捌3摆受掠到伫巴比伦。第一摆是约雅敬的年间，第二摆是约雅斤的年间，第三摆是希底家的年间。对主前第8世纪，约略有25万人，到伫主前597年，只剩一半。但是上帝也犹原予以色列人有3遍这个回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机会。其中有所罗巴伯所带以斯拉到伫尼尼微，因伫遐转去到伫故乡。这段路是1400公里，若入约略安尼行，至少要行4个月。这毋是地理位置的距离，迄嘛是一种信仰的选择。以赛亚书48章就会指出，伫这个处境的中间，咱敢有要实践咱的信仰，敢有要听先知所传的信息？上帝已经为咱备办一条转去的路，恁要选择啥物？恁到底要信靠上主，也是恁要留伫这个所在？感觉家己做奴隶已经安怎习惯啊，真舒适啊，无要安怎踏出家己转去故乡，建立家己的国家的一步？这是先知伫遮所要讲起的。咱先来看第1节甲第2节，因听，但是安怎无瓦靠，已经失去迄个阿免的信仰。伫这一开始，上帝毋是责备，伊是邀请，恁着听，恁爱听。但是问题毋是无有声音互因听，有声音，但是因却无听入因的性命内面。先知马上真严厉的指出，这以色列人民伊会咒詛，伊会讲阮奉上帝的名，所有的宗教语言一项拢无欠缺，但是安怎，却是无阿免，因为迄个原文的内面咧讲阿免，阿免是实实在在，无讲白贼，但是因安怎，因整个话其实无画出。信仰甲生活会通互相应对的内涵。伫咧第2节，真清楚的指出，因喙内虽讲阮倚靠上帝，但是安怎却无行公义，却无真正倚靠。这个倚靠伫原文的意思是讲，将你的重量安怎完全放伫迄顶头，也是讲将你的性命完全来交出。但是问题，人民嘴伫遐讲，阮有倚靠上帝，但是因却将因性命的重量放伫啥物？放伫巴比伦。阮伫遮事实会通大，甚至看重讲巴比伦较尔强盛，这个帝国、这个军事、这个经济，互阮会通伫遮怎做奴才嘛，做了真欢喜。这款是一种假的安全啊！先知毋是讲因无信仰，是咧指出恁的信仰是安怎虚假的信仰。表面上咧讲倚靠上帝，但是实际上却是倚靠巴比伦这个帝国的一切。所以有一个神学家John Goldingay伊安尼讲，以色列毋是无神，是有神。但是却无听神。这段经文毋是咧质疑咱大高讲属灵的话，却是咧问咱要将咱生命的重量要放伫啥物的顶头？这就若亲像耶稣咧甲咱讲起，一个人袂使服侍两个主，袂使安怎一边服侍金钱。马文一边阁服侍上帝，你爱选择，你爱选择，啥物是你会通倚靠的？你的重量会当扛起去的所在，是上帝本身。咱来看第3节到第5节，伫这段的内面，
会讲到一项代志：什么人偷摕历史的荣耀？这历史是什么人在掌管呢？上帝前就讲起，讲我早就成就，免得恁将来会讲，这是阮家己的气力所造成的，嘛免恁讲这是偶像所带领的。为什么上帝直接要一摆又一摆强调这件代志？因为人有一个毛病，一旦成功了后，伊就安怎讲啊？这是阮熬啦，毋是上帝啦。因会将因的成功归伫因的智慧，归伫因有真厉害的策略。但是，而且要简单问一个问题。咱需要将荣耀归予什么人？是归予人家己，也是要归予上帝？这是咱所面对的。以赛亚48章拄要将这个代志安怎来拆开？人类的历史的主导是什么人？上帝不是配角，上帝是主角。伊拒绝互人利用伊来背书，信仰毋是将上帝所成成功的代志，甲当作是人所做。所以，咱要将一切荣光来归伫上帝。伫这第6节甲第8节，上帝对人民讲：对即阵起，我要互恁知将来新的事，是恁以前毋知。对恁稳重的代志，这意思是讲，过去毋是迄个重复过去的历史，是一个新的拯救，新的拯救的行动。当然，过去上帝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迄个历史，但是今仔日阁有一个新的代志，就是要互因离开巴比伦，你通讲是一个新的出埃及，但是人民安怎？颔骨硬，耳孔无要听，所以上帝早就指出因的这个背逆，所以这句话是真沉重，但是毋是放弃。那亲像今日文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咧提醒，上帝拣选人，毋是因为人的良善，是因为上帝家己的信息。对今仔日的教会同款。咱的存在毋是咱比别人较好，嘛毋是咱比别人较尽忠，是因为上帝无弃杀咱。这毋是特权，乃是一种怜悯，毋是夸口的理由，是咱安怎悔改甲感恩的起点。伫上主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要行新的代志，新的代志毋是因为咱配得。是要互咱重新来学习挖考伊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伫每一个时代做每一个时代无同款的工。你敢有看见上帝所做的？伫这第9节甲11节，是通讲是这章内面真要紧神学的重点。要问一项代志：上主为什么好款待以色列？这个答案毋是因为人民配得，在咧讲起是上帝为着家己的缘故。上帝咧讲伊吞忍，伊无生气，伊实行拯救，毋是因为人民表现好，是因为伊的名袂通受扭曲，而且的名。迄个希伯来文什么名啦？什么？毋是一种的名词标签，乃是咧讲起这是上帝的性情。上帝本质是公义，信息是主爱。但是人民一边行无公义，却一边讲啊，这是阮奉上帝的名，等于是将上帝的名来暗藏因的无公义。所以上帝要清气因，这个清气是啥物代志？
安怎清气？就是要对这个受做奴隶的中间来透放出来，互人得到自由。这个清气炼精，就若亲像以色列人过去出埃及伫旷野40年同款。到第11节，上帝讲，这是为着家己的缘故，要强调，这是因为上帝甲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立的约。嘛是上帝的公义，伊的信息到永远的意思。上帝的行动毋是因为人，乃是伊家己为着家己的缘故。因为拯救若建立伫人的道德表现，安尼拯救本身会成做一种压迫的体制，一种侵略。但是上帝毋是甲因侵略。加尔文讲了真清楚，伊会讲起，那上主小可用人的功劳做根基的时阵，即款的恩典都毋是恩典啊。所以只有上帝单单用伊的名来行代志，是因为上帝家己的缘故，人才袂通夸口，人才会通自由啦。所以因此，伫经文内面咧讲，我的名哪通受亵渎？我无爱别个神明分享我的荣耀。上帝毋是独裁，伊乃是拒绝伊的名，互人来利用。伊嘛无愿意伊的名，互其他的假神来利用。伫巴比伦的处境内面，上帝一讲的即句话，已经是反抗帝国的宣言，因为伊咧讲起整个的历史是上帝的公义甲本身所完成的，毋是人的权力用拳头武所赢出来，毋是因为人民可靠，乃是因为上帝是安怎？一代生的是罗马。伊是历史的主宰。煞者，咱来看12节到13节，遮的描写。一开始嘛讲听，但是即搭的听，毋是一个温和的邀请，伊是咧爱咱做一个选择。因为帝国咧讲，历史是强的人、拳头武大的人所写的，是军事资源管理一切。主宰者所写的，这是帝国。但是上帝讲，我是大神，我是罗马。所以历史毋是用帝国来开始，嘛毋是用帝国来完成，乃是上帝是开始，伫上帝内面来完成。所以这拄会对抗，因为有的帝国会讲到伫永永远远，到伫讲王就安怎？万岁万万岁！但是真正的万岁，毋是帝国的统治者，真正的万岁是上帝本身，因为伊是开始是落尾，所以上帝伫遮毋是为着人民的辩护，伊是为着家己的荣耀，爱互人知影。因为上帝威望、上帝名声，一无永稳，互巴比伦帝国来占去。当上帝讲，我亲手下大地的地基，我用手天开天，我一个一下命令，天甲地就拢徛出来。上帝毋是咧讲起伊真高的意思，毋是是要提醒人民，你掠出帝国是这个世界稳定的基础，但是你毋对啊！真正世界稳定的基础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所以创造的语言其实伫遮就成做一种偷放的语言，毋是巴比伦互这个世界稳定，毋是任何的政权互这个世界退掉的，是上帝本身。所以伊伫遐讲叫天甲地徛出来，意思讲历史
这是上帝的奖励。所以对伫受掠的人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大的安慰，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恁到底要听什么人的声音？帝国要甲恁讲，爱听帝国骨头母大的人的声，但是上帝伫遮讲，恁要听我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声。到底咱要听什么人的语言？所以12节到13节，其实伊就是咧呼吁恁都爱听，要听什么人，恁爱去选择。若是咱真正爱信靠上帝的人，咱爱听上帝创造天地历史的主宰者，只有听伊，咱才会通将咱的安全放伫这个不变的权力的顶头。接着咱来看14节到22节，遮所描写，特别伫14节到16节，遮一个真关键的转变。问题毋过是上帝做啥物代志，乃是啥物人受欺骗，阁是为着啥物代志来行。所以16节伫遐讲当至权的上主已经欺骗我，使我溃烂。这是一种信仰的个别。以赛亚真清楚是上主欺骗伊，上主欺骗人，爱知影。毋是为着帝国的服务，毋是为着稳定政权的结果，伫遐支持，嘛毋是为着替迄个压迫者来提供宗教的背书，乃是为着受偷放的人宣告上帝的计划伫历史的中间会展开。这位受欺骗、徛伫人民中间的先知，伊拄啊好要将帝国统治这款的白贼话来拆开，互人明白真正上帝的计划。所以，伫这段经文一讲起，其实有一个背后就是安怎？上帝已经呼召塞罗斯要来。互以色列人会通得到讨放，因为塞罗斯伊要拍败巴比伦，所以这是先知早前伊就所讲的。所以上帝灵伊欺骗因先知去这个受掠的人讲出这款的信息。以赛亚提醒咱，真正互上帝欺骗的人，嘛必然带着这款偷放的方向，毋是帝国的价值。伫这17节到19节，这段经文，上帝无阁用责备，乃是一种深深的讨愧，因为18节咧讲，若安尼期待恁听我的命令，上帝哪亲像一种讨愧，我偌期待恁会通听我的命令，这就哪亲像上帝正怜悯的声音，我足期待恁会通听到，恁原本会通亲像河水平安的江河。你的公义本来会当亲像大海迄款直直流，但是以色列人因伫遐却安怎无法度选择？这个问题出伫大，问题毋是上帝无愿意赐福，乃是人民安怎有真侪人听袂入去，因看重的是现实的资源，因所看重的是巴比伦帝国的强盛。但是，
若是公义受到踐踏无实践，安尼平安只有剩口号而已。当上帝的教导若受忽略的时阵，因就有可能错失这个受讨棒、受祝福的可能性。这段经文互咱看到，毋是一位这个冷淡的审判者讲看出在恁在死啊，毋是。上帝伫遐讲，我哪期待恁会通听我的命令？因为迄当时已经伫巴比伦做奴才的人，侪已经安怎习惯啦，做奴才嘛无啥物无好，所以因伫遐因就安怎无法度去回应上帝的呼声。接着咱来看20节到22节，伫遮上帝用一个直接的话安尼讲，要对巴比伦出来，脱离加勒底人。这毋是咧讲啊，叫恁安怎点点啊，这是一个真大的声，是行出巴比伦，这是一种呼吁。但是，即款的呼吁是有风险的，有风险的行动。因要离开巴比伦有风险无？有。那亲像早前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有风险无？有，因有拄着风险，甚至埃及的追兵伫后壁在追击。但是信仰袂当停留伫口头啦，因爱真正离开迄个巴比伦无公义的结果。因为巴比伦无公义，因压迫，互以色列人成做奴隶，所以上帝要呼召以色列人出巴比伦，拒绝迄个假的安全、假的和平、假的这个荣华。这对于咱台湾来讲，这个信仰嘛是真具体，咱无用极权。压头，咱无用这个假和平，用自由去交换；咱无用这个所谓的中立包装咱的冷淡，咱无要互民主、人权、公义的声音消灭去。这拄拄是这段经文所互咱带来的反省。咱真正爱去对应的是一个公义、和平。健全的制度的追求，若是无有公义和平，只有剩安怎压迫而已。所以48章最后一节安尼讲：邪恶的人拢无平安。这毋是一种咒诅，这是咧讲出一个事实。恁若无愿意离开巴比伦，无论恁的血统偌纯。恁的宗教语言偌熟灵，恁有缘无平安，所以真正属上主的子民，恁就爱听上帝的呼召，站出来离开巴比伦。这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。这章内面要带予咱什么款要紧信仰的功课？我想第一项，互咱做阵来思考的，信仰若纯语言甲身份，其实是拒绝顺服啦。48章指出一种危险的宗教状态，人会通用宗教语言讲因安怎倚靠上帝，但是敢真正倚靠？嘴讲倚靠上帝，却是安怎？倚靠巴比伦的权力、经济、伊的武力，看遐个哇，迄不止啊厉害，所以安怎我就偏往迄边去。先知咧讲，恁干那安尼，毋是真正的信仰，因为安怎无阿免啦？阿免就是实实在在，恁嘴讲一套。但是真正上帝爱恁离开迄个巴比伦
迄个独裁的帝国，恁却安怎无愿意离开？这听起来亲像台湾，敢毋是？因为台湾嘛是安怎感觉讲中国，哇，迄边安怎武力真强，过去因枪甲掠袂牢，甚至2014年的时阵，因迄边有人来甲咱台湾讲，阮紫光要买下你的台积电，你也无互阮买起来吼，恁半导体，恁就安怎会拢死去？2014年是安尼讲呢。弟兄姊，迄若是巴比伦的时代，做奴才做了习惯的人，会听叨一边，会听上帝的声，也是要听帝国的声。当然，做奴才拢听帝国的声。这就是咱今仔日台湾要面对的，面对一个真强盛侵略的帝国。也是咱要将咱的安全放伫上帝的手头。伫顶一世纪，伫德国迄个潘霍华牧师，伊伫纳粹时代，真侪德国的教会选择中立，用信仰语言来包装因的沉默。但是潘霍华安怎？伊拒绝即款的信仰的态度。伊讲。当基督呼召一个人，是呼召伊来死，就是为了上帝国来牺牲啦。所以，伊离开安全的学院教授的积分，伊离开伊德国的教会，伊加入反抗这个希特勒的行动。当然，最后伊顺道，但是伊的性命证明。信仰若无有行动，咱的信仰剩一个宗教的外衫。所以战后德国的教会安怎反省改造？咱无毋茫，咱伫今仔日面对强权的时阵，咱缀掂掂。若缀掂掂，就若亲像潘霍华迄个时代，伊离开迄个掂掂的教会。迄教会内安怎挂旗仔是挂纳粹的旗仔？到底咱是帝国的教会，还是上帝国的教会？这是天甲地的差别。天甲地的差别。第二项要紧的反省，历史毋是伫帝国的手头，乃是伫上主的手中。48章。揭破帝国的白贼，帝国历史毋是胜利者，也是拳头母强的人所写的历史。上帝伫遮宣告讲，伊是大胜，也是煞尾，这是咱信仰的关键。伫混乱的世代中间，爱知影历史悠远伫上帝的手头。咱来回顾咱台湾1979年台湾发生安怎美丽岛事件的时阵，迄当时的威权政权看起来安怎哇牢不可破呢？无论是军警还是情治系统，全面动员。迄当时真侪人讲啊，这无法度去改变，反抗只有带来更较侪的牺牲。但是，就是伫即款的气氛内面，咱长老教会有缘持续发声，为着这个受掠的政治犯保护，提供法律上的协助。然后咧，将这个代志，互国际知影台湾的人权状况。这个教会。领袖毋知影风险嘞，因拢知影风险，只是因拒绝。迄个历史毋是统治者所写的，这拄好呼应今仔日咱所读到的12节到13节，毋是政权地面上的政权，互这个世界有平安，
乃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。所以后来咱证明，民主化转型了后，帝国伊的手会松去，但是上帝的手无离开。上帝永远会继续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。这是咱爱深深有这款的信心。第三项，真正的平安必须行出巴比伦。48章，迄个最高潮的，毋是安慰，乃是行动啦。伊最后爱讲起，恁都爱离开巴比伦。平安毋是无冲突，乃是拒绝用无公义来换一时的安稳。若信仰无愿意离开迄个压迫的结果，只求心内的平静，迄拢是假的和平啦。真正属于上帝的子民，因是安怎愿意徛起来，离开巴比伦？伫顶世纪，美国迄个种族隔离的中间，迄个马丁路瑟金牧师，伊就是拒绝即款的假的和平。伊受关押，伊伫伯明翰监狱，伊写一张批信，批信内面有写着一句话，安尼讲起：无有公义的处事是无道德的，没有公义的秩序是不道德的。所以，伊用非暴力行动来行出体制的巴比伦。最后，当然伊嘛为着这个代志来付出伊的性命。但是咱看到，这就是伊带美国人行出迄款的种族隔离的巴比伦，无公义的压迫的帝国的体制。迄叫做巴比伦。咱若回顾咱台湾2014年，伫太阳花运动的时阵，嘛有真侪基督徒面临着一种选择困难。安怎讲选择困难？咱敢要行出教会，还是伫教会秘伫教会就好啊？有人讲保持中立就有平安，有人讲政治收垃圾。信用上好，莫去甲磕。但是咱嘛看到，真侪牧者、神学生、信徒进入立法院的内面，也是四周围，外口嘛有祈祷站，伫遐嘛有法律的咨询，嘛有心理的陪伴。迄当时咱家己教会，咱济南教会嘛组织啥物太阳花诗班，敢会记的？因毋是要支持某一个政党，毋是，乃是为着要互民主公义的声无消失啊！这都是现代版的离开巴比伦。离开巴比伦，毋是逃闪，是拒绝迄款的无公义。所以20也喺提醒，看起来亲像安怎伫巴比伦的统治内面。安全啊！做奴隶嘛做了习惯啊。但是，迄是一个无公义的结果，心内无法度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，以赛亚书48章，催逼咱去面对一个问题：咱要留伫巴比伦，还是愿意为着上帝的名，徛起来，回归，转去到伫故乡？因转去到伫故乡，就是建立家己的国家。历史一遍搁一遍的证明，真正的信仰将来毋是安全的。真正的信仰是为着追求自由、追求上帝的平安。咱嘛毋是要去做一个地面上的国家，咱是要来去做一个有上帝国价值的环境。互咱的世世代代的子孙，因拢会通去感受到上帝国的香味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衬，同心来祈祷。
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恩典，因为你已经兴起塞罗斯要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巴比伦。总是有个人犹原做奴才，习惯，无愿意离开。你阁通过先知催逼众人爱做选择，爱因离开受压迫、无公义的体制的中间。主啊，恳求你也帮助阮，历史一遍一摆搁一摆的演变，拢是重复即款的催逼的声。阮要离开受压迫的帝国的手，阮要追求的是上帝国。恳求上帝，你的圣神帮助台湾人，互阮伫这个岛屿起造上帝国芳味的国度，互阮的世世代代掠行公义、好人民，甲主三甲同行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大家用圣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第476首，圣诗第476首，全能至尊的神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
请坐。下面公道的时间，请大家为着以下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1月7日新任的长老、执事、首长的就任甲服侍。第二，为着各部门、单位会整2025年度的报告书。第三，为着2026年的事工的筹备甲服侍展开，请大家做伙一声的祈祷。请曹教军执事来做结束祈祷。因至高的天父上帝，今仔日是2025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正今日伫遮恭敬敬拜，献上感谢。感谢天父上帝满满的慈爱，保守我平安搬过2025年。恳求天父赐予新当选的长治首长有够爷的智慧甲能力，指示因后前的道路，帮助因同心合意，成做教会的帮赞。感谢主陪伴甲扶持，每一位长治甲同工，恳求信心带领，帮助教会顺时完成2025年施工报告。愿2026年教会所行所做，拢有天父满满的祝福，荣耀天父。愿咱咧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的奉献。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Amen.
请大家掀开周报通知的事项。今日是自圣婴奋斗日，伫耶稣降生的年代，统治者希律王颁布，所以伊无法度参加耶稣的圣诞，用家己的方式将伊的歹名声留伫圣经的中间，就是自圣婴奋斗日。伫即天，教会上传统来定这日子来纪念无辜被屠杀的婴孩。今日下晡，中港团契有圣礼典。另外，2026年明年第1个主日，教会要举行新任的中长老、执事甲单位首长的就任，请大家为着中日同工的委身甲服侍来代祷，并且为着就任者有心甲上帝的力量。首长甲中级名单，请大家来看。1月11号是中级服侍甲新朋友事工的说明会，请长老、执事甲新朋友服侍的同工来参加。时间是1月11号下晡1点，伫203教室。另外有伫2026年的服侍甲小组的带领，请壮年牧区、青年牧区甲小组长同工参加训练会。时间是1月18号下晡1点，嘛是伫203教室。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，小会要伫明年的2号召开2026年的会员互会，请各部门的负责长老、单位首长也是召集人，将2026年的报告书、2026年的计划书，伫明年的1月11号进前，会电子档传简教会信箱。若是无这格式的，请交方主任来下。另外，为着有防灾害来临，政府有出版《当危机来临，台湾全民安全的指引》，欢迎听这来摕。另外，就是守护台湾基督会即礼拜暂停一届。行政部门2025年的介绍伫12月31号进前。请会友各部门注意来介绍时间配合来办理。另外，为着配合咱教会停车场的清洁甲机械的维护，2026年的使用停车场的管理甲奉献每台车是新台币1000，请这会当对今日开始办公室来登记停车的资讯。另外，就是欢迎已经受洗稳定伫本教会聚会，若是无奉献编号规定奉献，会落来会当到12月28号进前来办公室来登记，会当来更新2026年的奉献规。另外，番茄的消息、教界的消息，请大家来看。开会消息，后礼拜1月7号下晡1点，伫203教室召开中执会甲小会，请中执有备心来参加。另外有补充报告一项代志，就是等下礼拜煞伫中庭，牧养部门甲敬拜部门有安排一个特别活动。若是要知影是啥物活动，请大家等下过去参加就使。甲牧师来报告请安。直接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。首先来介绍对三峡北大教会李胜凯甲黄敬元，唔知这里大请起立，互咱来欢迎。李胜凯跟黄敬元，欢迎。咱今日也有这个国外来宾对德国来Linda and John。过来介绍的是对日本来这个亚基哈西桑伊萨库桑。欢迎咱嘛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赐阮甲咱生活力量。
大概因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因是煞，请黄春生牧师来祝祷，请大家做伙起来唱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要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的教恩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月岛闭会。